下会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清楚哦。长照补助、长照补助、长照补助、专线、专线、专线、辅具、辅器、辅器、轮椅、轮椅、轮椅。阿伯唔好，我爱买出行器，听讲政府有补助。错啊，是得打1966，你係長照專線。咁嘛阿大力嘅電話，唔是唔得同我聽小咩？你係專門嘅電話，打去只有專門嘅人同服務。按你都是在新疆補助的係冇？專人為根據人嘅情況提供補助。有樣嘅冇樣，按你都盡力騙咯。那係生活度有乜嘅問題，也係冇方便嘅素材，都是得打電話來，唔是生意哦。好，我們來練習常用句。這是專門的電話。你係專門嘅電話。你係專門嘅電話。這是你係專門的專門嘅電話。天發，天發，這是專門的電話。你係專門嘅天發。你係專門嘅天發。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第二句，打去就會有專門的人替你服務。打去是會有專門嘅人同你服務。打去是會有專門嘅人同你服務。打去、打去、打去就會有，是會有專門的人，專門嘅人，專門嘅人替你服務，同你服務，同你服務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哦。打去就會有專門的人替你服務。打去是會有專門嘅人同你服務。打去是會有專門嘅人同你服務。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，專人會根據您的情形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你的情形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你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你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、專人、專人會根據會根據你的情況，你嘅情況，你嘅情況提供補助，提供補助，提供補助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。專人會根據你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你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好，以上是我們這個單元常用句型的練習，記得要多多練習哦。